都沒有，只把我所有的給你。我奉拿撒勒人耶穌的名，叫你起來行走。他就行走着跳躍着讚美神，行走着跳躍着讚美神。哈利路亞，榮耀歸神名，榮耀歸神。金和銀我都沒有，只把我所有的給你。我奉拿撒勒人耶穌的名，叫你起來行走。他就行走着跳躍着讚美神，行走着跳躍着讚美神。哈利路亞，榮耀歸神名，榮耀歸神。嚕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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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嚕金和銀我都沒有，只把我所有的給你。我奉拿撒勒人耶穌的名，叫你起來行走。他就行走着跳躍着讚美神，行走着跳躍着讚美神。哈利路亞，榮耀歸神名，榮耀歸神。各位大家好，又係我 channel 喺度同大家分享齊齊學 Ukulele。今日介紹呢首歌呢，係一首兒歌嘅詩歌嚟嘅，個名叫做金和銀。哇，係咪好吸引啊？哇，又講金又講銀，咁好嘢咁樣。嗱，呢首歌呢唔係講錢嘅吓，呢首歌嘅歌詞來源呢係來自聖經嘅。原來呢就係喺《使徒行傳》第3章裏邊第1至到第10節呢，就係講咗呢個故事啦。有一個我哋叫做乞兒啦吓，佢係跛嘅，每日呢都有人抬佢去到聖殿嘅門口度呢，就係希望有人接濟佢啦。有一日就係呢個彼得同埋約翰準備入聖殿裏邊祈禱嘅時候呢，就見到呢個乞兒啦。個乞兒梗係想彼得俾啲錢我啦，咁我今晚就有飯開啦咁。彼得見到佢咁樣諗呢，於是就即刻同佢講啦，就係呢段嘅歌詞啦。金和銀我都沒有，只把我所有的給你。我奉拿撒勒人耶穌基督的名，叫你起嚟行走。哇！佢即刻就行翻好，跳到，跟住就去讚美主。哇！簡直係一個神蹟啊！咁我哋都覺得咧，呢個係一個耶穌復活嗰個能力咧，使透過彼得去醫治咗呢個瘸腿，我哋叫做跛咗嘅乞兒啦值得我哋去，哇！真係好好啊！今日大家聽到呢個故仔之後，仲覺唔覺得仲有神蹟嘅？好多人話：呢啲聖經故事嚟嘅啫，今日邊度仲有啊？咁我用翻我自己嘅生命嘅例子呢，我話俾你聽，我雖然係一個視障人士，但係我曾經都係跛過。點解啊？因為我雖然有對腳，不過我行唔出個大門口，冇信心點走到出去啊？係咪睇唔到嘢？點周圍走啊？咁所以曾經有段好短嘅時間呢，自己困咗喺屋企，邊度都唔使去幸好呢，神都俾我有一份求生嘅慾望所以呢就去接受復康。咁1年嘅復康裏邊呢，終於呢我就能夠回復翻呢份嘅信心，
踏出呢個社會所以咧我話咧就係、雖然咧我隻視力受損，但係影響我行咧都唔敢行咁感謝神我屬靈嘅生命裏邊咧以前唔敢行，但係終於咧能夠行翻起身，甚至咧可以跳躍咁嚟到去讚美主講句幽默嘅說話，我係失咗明之後咧我先至學吉他嘅。今日我帶住個小吉他四周圍咁樣去嘅話呢，呢個都係一個神蹟，都要感謝主好，事不宜遲啦，即刻講下呢首好輕鬆活潑嘅一首歌曲，究竟係點彈㗎？金和銀我都沒有。嗱，呢首歌呢係3拍嘅，一陣間我拍掌就代表第一拍，第二、第三拍我就用拍子機幫我數啦。咁留意第一個字個金字就係第一拍嚟嘅喎好，聽下個拍子機聲先。1、2、3，1、2、3，金和銀我都沒有，只把我所有的給你。我奉拿撒勒人耶穌的名，叫你起來行走，他就行走着，跳躍着，讚美神，行走着，跳躍着，讚美神。哈利路亞，榮耀歸神名，榮耀歸神。金和銀我都沒有，只把我所有的給你。我奉拿撒勒人耶穌的名，叫你起來行走，他就行走着，跳躍着，讚美神，行走着，跳躍着，讚美神。哈利路亞，榮耀歸神名，榮耀歸神。金和銀呢首歌呢係3拍子嘅，我用 F 大調嚟彈佢嚟嚟去去呢，只不過都係得3個和弦嘅啫。第一個就當然係第一 chord F 啦，2010。咁另一個就係 B flat 3211，嗱呢個3211咧，大家如果唔熟嘅話咧，最好咧就當簡化版，就係 X211。簡單啲講，即係話第4線嗰個第3格咧，暫時唔彈佢住，咁啊叫做 X 啦，交叉佢啊嘛。唔彈咧，就即係唔好撳噶咯唔撳佢即係唔彈噶咯。掃 chord 嘅時候咧，你就係掃下邊嗰3條線就算啦，321線。咁你只係中指撳住第3線嘅第2格，然之後食指第2線第1格，跟住撳埋第1線第1格，咁呢個就係簡化版嘅 B flat 啦。跟住仲有一個就係 C7 0001，咁我哋呢3個和弦咧就已經彈晒成首歌噶啦。成首歌裏邊咧，基本上咧你當佢4組咁樣諗，一陣間留意每一個 chord 咧好得意喎，佢係打孖咁樣，好似行孖 beat 咁樣嘅喎頭嗰4個係點樣嘅咧？就係 F F B flat B flat C 7 C 7 F F， 哇！聽落去好似係有4組係咪2個 F 2個 B flat 2個 C 7 2個 F， 咁係彈咩㗎？咁唱嘅時候咧，佢係第一個字。金字咧就係第一拍嚟嘅，咁所以你發覺係1、2、3，1、2、3，金和銀我都沒有，
只把我所有的給你。我奉咁嚟到我逢咧，咁呢個第一 part 咧，咁我哋就完咗噶啦。咁第二 part 又嚟過喎，又係咁喎，兩個 F， 兩個 B flat， 兩個 C 七，兩個 F， 又同正話第一組一模一樣喎嚇，正話咪唱到我逢嘅。我奉拿撒勒因耶穌的名，叫你起來行走。他就咁唱到嚟他就咁呢個咧就第二組又完咗啦。然之後第三組啦，第三組咧就係兩個 F， 兩個 C 七，再嚟兩個 C 七，翻嚟兩個 F 啦。咁呢組係點樣嘅咧？他就行走着跳躍着讚美神，行走着跳躍着讚美神。哈利唱到哈利，咁呢個第三組又唱完啦。最尾第四組重複翻正話第一組啦，兩個 F， 兩個 B flat， 兩個 C 七，兩個 F， 咁就彈晒噶啦。正話唱到哈利係嘛？哈利路亞，榮耀歸神名，榮耀歸神。咁就彈晒成首歌啦。跟住落嚟呢，我哋試下介紹下金和銀呢首歌三拍嘅裏邊點樣彈啊。咁如果你正常嘅彈法，你咪係1 2 3 1 2 3咁都得啦，係咪？咁如果你留意到我嗰個做法呢，我將兩個1 2 3呢就變成咗係1 2 and 3 4 5 6 1 2 and 3 4 5 6，所以你見到佢每次啲 chord 呢都係打孖咁呢。其實佢實際咧係6拍嚟嘅，不過我哋6拍唔緊要，6拍咪當佢2個3拍咁樣。所以正話你聽到我頭嗰3拍咧就係1 2 and 3，咁就係頭嗰3拍。咁後邊嗰3拍咧4 5 6，後邊嗰3拍係齊輯輯，每個係1拍嘅啫。咁啊兩個加埋咧就係1 2 and 3 4 5 6 1 2 and 3 4 5 6。咁所以咧。一個 F 咧就彈晒6下，跟住一個 B flat 彈晒6下，就係咁嘅意思啦。你聽下，1 2 and 3 4 5 6 1 2 and 3 4 5 6， 金和銀我都沒有，只把我所有的給你。我奉就係咁啦嚇。咁跟翻呢個節奏嘅話呢，基本上呢就係我彈嗰個方法嚟噶啦。咁當然啦，起音嘅時候呢點樣起啊？佢係哆哆哆哆嗦，咁你所以咧攞翻準嘅音，邊個係哆啊？咁呢個 F 調嚟嘅喎，F 調第二線第一格，金和銀我都係啦，哆哆哆哆嗦咪花，係啦，我哋彈高翻第一線空弦，哆哆哆哆嗦咪花，就係金和銀我都沒有，咁就係呢個意思啦。